诗篇第1篇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学卖人的座位，以喜爱耶和华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以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那是堪比被风吹散。越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。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我有能啊，能个